第12章，不朽的靈性。馬蒂爾達·歐丹內爾·馬克艾羅伊的個人筆記。我認為以下記錄的內容已經是非常清楚了。會談內容的官方記錄。頂級機密。美國空軍官方記錄。羅斯威爾空軍基地，第509轟炸大隊。主題：外星人訪談，1947 7月30日。第一段會談。為了方便起見，我將不朽的精神存在 （Immortal Spiritual Beings） 稱為現在成為 is bees。他們是幻覺幻象的源頭和創造者，每一個單獨的和集體的現在成為者，在其原本不受約束的狀態裏，是一個永恆的、全能的、全知的存在實體。現在成為者由於想像一個地方而創造了空間，他們自己與他們所想像的地方之間的距離，我們稱之為空間。一個現在成為者能夠感知到由其他現在成為者所創造的空間和物體。現在成為者們並不是物質宇宙中的實體，他們是能量和幻象的源頭。現在成為者並不是處於時間或空間之中，但是他們能夠創造空間，能夠將粒子放置在空間裏，並能夠創造能量，和將粒子組成各種形狀，造成形體運動，並且激活形體。所有被一個現在成為者激活的形體就稱為生命。一個現在成為者可以決定去認可他們自己所處的空間和時間，可以決定認可去成為由他們自己或由另一個或其他現在成為者所創造出來的物體或各種形式的幻象。製造幻象的弊處是必須不斷地製造幻象。如果不是持續創造，它就會消失。持續創造幻象，需要不斷注意環境幻象中的每一個細節，以維持它的顯現。現在成為者的一個普遍特性，仿似是想去避免苦悶無聊。如果只是單獨一個靈性的存在，而沒有與其他現在成為者進行互動，沒有感知得到由其他現在成為者所製造出來的幻象，沒有出現無法預知的舉動或戲劇性的場面，或出乎意料之外的意圖，那就很容易感到無聊。如果你凡事都能夠想像和感知得到，又能夠從心所欲地令一切發生，這將會如何？
如果你沒有任何事情可做，你會有何感受？如果你總是知道每個遊戲的結局，又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你會如何？這樣你會感到無聊嗎？現在，成為者的過去是無窮無盡的。以物質宇宙的時間觀點來說，這是近乎無限。對於一個現在成為者來說，有的是無法測度的開始或終結，它們就是存在於這個當下，一個永恆的瞬間。現在成為者的另一個普遍特性，是期望得到其他現在成為者對自己所幻化出來的影像給予讚賞。如果未能獲得預期的讚美，這個現在成為者就會為了試圖得到讚賞而繼續創造幻象。人們可以這樣說，整個物質宇宙都是由還未獲得讚賞的幻象所組成。這個宇宙的起源是來自一個個體的創造，是一個幻想出來的空間。這是這個現在成為者的家。有時，一個宇宙是由兩個或多個現在成為者共同創造的影像。因為現在成為者的繁衍和他們所創造的宇宙的擴展，宇宙間有時會發生碰撞，或開始混合，或融合到某種程度，以致很多現在成為者分享着一個共同創造的宇宙。現在成為者為了要玩一場遊戲，因而減弱自己的能力。現在成為者認為，無論是哪種遊戲，總要比沒有遊戲好。為了遊戲，他們將要承受痛苦、煎熬、糊塗、貧困和各式各樣不必要和不良的環境，偽裝成這個一無所知、一無所見、與事件毫無關係的樣子，就是為了要參與這場遊戲而製造所需的條件。不知道、自由放任、諸多阻礙、對抗和居心叵測，最終就是為了以遊戲來解悶。就是這樣，一切空間、星系、太陽行星、行星和這個宇宙的一切自然現象，包括各式各樣的生命體、各處地方和種種事件，都是由現在成為者們所幻化出來的，並由一條讓這些東西存在的共同協議所維持。宇宙的數量與現在成為者所想象、所建造和感知的宇宙數量一樣多，而每一個宇宙亦同時存在於它們本身的一個連續不可分的整體之中。當每一個宇宙被一個或多個創造它的現在成為者所想象、
所改動、所保留或所摧毀的時候，都會依一組獨有的法則而運作。在物質宇宙中，定義為時間、能量、物體和空間的東西，可能存在或可能不存在於其他的宇宙之中。同領地是存在於這樣的一個宇宙裏，同時也存在於這個物質宇宙之中。物質宇宙中的其中一個法則是，能量可以被創造，但不能被毀滅。因此，只要現在成為者們繼續為這個宇宙添加新的能量，這個宇宙就會近乎無限地、無休止的持續膨脹。這就好像一組永不止息的汽車生產線，同時又沒有任何一輛汽車會被毀滅。每一位現在成為者基本上也是好的，因此一位現在成為者並不會喜歡將自己不願意接受的強加於別人。對於一位現在成為者來說，這裏並沒有好與壞、對與錯、美與醜的固有標準，這些觀念只是基於個別的現在成為者的想法而定。當人類要形容一位現在成為者的時候，最接近的概念是，一位現在成為者就是一位全能、全知、無限永恆的神。因此，如何才能讓一位神不再是神呢？他們就假裝無知。如果你總是知道其他人的藏身之處，你又怎能夠去玩捉迷藏呢？你就假裝不知道其他人躲藏在哪裏，所以你就可以去找他們。這就是建構這個遊戲的方法。可是，你已經忘記了，你只是在假裝。就因為如此，現在成為者就被困和被奴役在他們自己所設計的迷宮之中。一個人怎可以去製造一個籠，將自己反鎖在這個籠裏，又將鎖匙拋掉？一個人怎能夠忘記了這裏有一個籠和有一條鎖匙，又忘記了這裏是有籠內和籠外的分別？又怎可以甚至連自己也忘了的呢？這樣就製造了一個不是幻覺的幻覺。整個宇宙都是真的，這裏並沒有其他宇宙存在，或沒有其他宇宙被創造。在地球上，傳教內容中的教導和一致認同神靈是有責任的，而人類卻無需負責。一直在教導你們的是，這裏只有一位神能夠創造宇宙。因此，對於一切所作所為的後果，責任從來都不是在自己身上，而是全歸其他人或神所有。
對於這個他們和他們自己、個人和集體都是神的事實，人類並沒有去承擔這個個人責任。就這件事情的本身，便成為了困住每一位現在成為者的根源。